国科会伫拜二颁发学术研究奖，今年总共有151位专家得奖。国科会也希望未来会当找出一寡投入台湾本土研究、对国内科技发展有贡献的专家，甲因鼓励。Hello. I can't hear you. Hello. Oh, Stephen, it's more clear. 试一个着互讲话声音更较明显，这是周玉教授利用 AI 深度学习处理语音信号开发的语音沟通辅助器。伊表示，台湾高龄人口增加，加上现代人常常使用耳机，造成听力的损害。听力辅助器的研究会当互遮的人和别人顺利沟通。伊也希望这项技术的研究，通帮助国内听力辅助器的改善，做出咱家己的品牌。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做这个软体能够变成硬体，然后做成产品。现在国际上这些重要的这个助听的这个产品有几个，就是欧洲的、有澳洲的，然后美国的。那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台湾自己的独立的品牌。国科会为着奖励国内科学技术人才，拜二颁发112年度学术研究奖，总共有151位专家得到肯定。中研院研究员周玉是其中一个得奖人，另外伫材料工程、历史研究、环境变迁等等各领域拢有侪人才得奖。今年得奖的林玉如教授，长期研究台湾的经济史，伊认为除了甲台湾的历史讲互国际知，在地推广原来介重要。 一方面，阮能做足好的国际的研究，来跟国际的学术研究团体来对话；一方面，我们希望会当去甲地方来讲，咱较早到底是安怎的历史，咱来去重视咱的乡土，咱的故乡。国科会除了肯定今年得奖的专家，也表示未来会更较主动去找一寡投入台湾本土研究真侪年，对国内科技发展有贡献，却较无伫国际上发表过文章的专家，因认为这也拢是真需要鼓励和珍惜的人才。记者刘新武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